有種反噬叫李嘉欣，糜爛生活33年後，善報惡報都一一應驗啦。莊月明、寶詠琴呢下能夠閉眼啦。作為港姐出道佢，憑住令人咋舌嘅外貌驚豔到咗演藝圈，可萬萬冇諗到，咁一個妖豔嘅大星，居然數次毀壞人哋家庭。佢曾係全香港女人嘅公敵，迷倒咗無富豪，但喺嫁8億富豪之後，佢就唔可以過上貴婦生活，反而仲要自己賺錢幫補家用。佢點解淪落至此？豪門背後又有邊辛酸呢？大家好，呢度係 HK 娛樂台，今日就俾我哋走進李嘉欣嘅故事。其實喺早年，李嘉欣就憑藉住自己石破天驚嘅美貌食咗好多花紅，堪稱真正嘅慈靚行兇。而啲串嘅行為都延續到咗佢感情生活中，係真正嘅男神殺手、富豪收割機。李嘉欣出世於中國香港，阿媽係中國人，老豆就係葡萄牙人。因為係混血兒，所以李嘉欣自細就外貌咁出眾。3歲嗰陣就俾星探發現攝影咗人生中第一個廣告。可能好多人認為李嘉欣自細過嘅會係小公主一樣嘅生活，但事實恰恰相反，佢童年可以講係好嘅不幸。李嘉欣老豆好花心，成日攞住錢出去花天酒地，呢都比本就唔富裕嘅家庭變得更加缺水。佢仲曾自曝，以前過生日嘅時候，連買蛋糕嘅錢都冇，唯有用西瓜嚟代替。為咗幫補家用，李嘉欣早早就開始出外打工，半工半讀。好在佢生得好靚，好多公司都揾佢嚟做廣告特。當年嘅香港想要出名有一條捷徑，咁就係參加選美。咪喺朋友嘅鼓勵下，李嘉欣都忍唔住參加咗1988年嘅香港小姐選美大賽，並一舉奪魁，仲被譽為最靚港姐。係咁之後，李嘉欣一躍成為咗娛樂圈頂流，片約不斷，身價都水漲船高。係香港電影黃金時代不可或缺嘅代表人物之一。時至今日，佢好多角色都比超越嘅經典，但唔關佢外貌一樣俾人難忘嘅，就係佢複雜又傳奇嘅情史。現時先同佢傳出醜聞嘅諸多男人，個個非富即貴，有出身8億豪門嘅，更有香港4大天王之一。喺香港小姐正式開賽嘅前一晚，李嘉欣接到咗一通生部男子嘅電話，電話嗰頭嘅人對佢話：我想同你講，你好靚，我好看好你。而呢個男人就係香港小姐嘅評審之一倪鄧。倪鄧出身於書香門第，老豆係香港4大才子之一嘅倪匡，定係出名作家亦舒嘅侄。見到李嘉欣之後，倪鄧就俾佢美貌深深裝住咗。之後每日都會為李嘉欣寫情書，聽講前後一共寫咗8封情書。此時嘅李嘉欣年僅18，都只係個對感情大懵生識嘅細路女，邊見過呢種陣仗？咪佢好快就淪陷喺咗倪鄧嘅情書攻勢之下，兩個人嘅戀情都算係名副其實嘅郎才女貌，喺當時都算係一段佳話。然而好景不長。愛情係兩個人嘅嘢，但婚姻卻是兩屋企人嘅嘢。當倪鄧諗住將李嘉欣娶入家門嘅時候，就遭到咗全家嘅反對。倪家話晒算係頂尖嘅書香門第，更講門當戶對。而李嘉欣當時嘅條件確實等騷信息，父母離異唔講，更加係靠選美博出位嘅。喺思想比較封建嘅老一輩睇嚟，並唔係咁好睇。咁一位充滿咗風塵氣嘅女人，點襯到上自己嘅苦心培養嘅仔呢？就唔論倪鄧點苦苦哀求，倪匡都唔同意俾李嘉欣踏入家門，甚至仲發動關係打壓李嘉欣。無奈之下，李嘉欣投懷提出咗分手，踩上咗新嘅旅途。呢次佢決定唔再揀啲沽名釣譽嘅名門，而係睇啱咗8億富豪劉鴻。
然而想要嫁入豪門就並非易事，為此佢仲遇上咗幾個勁敵。劉鴻係香港頂級富豪之一，使錢都大手大腳，成日為博美人一笑而豪擲千金，而佢財力都比佢喺情場上無往無益。直到遇上咗李嘉欣，當時李嘉欣已經係香港頗為出名嘅當紅花旦，收入唔菲。就喺收到劉鴻送出嘅諸多禮物之後，仍然想要睺真愛嘅佢表現得好平靜，都唔為其所喐。不過李嘉欣嘅反應都激起咗劉回雄嘅征服欲，喺發現得用唔攞下李嘉欣之後，佢開始準備行下心。有一日晚，李嘉欣喺與好友傾偈時話自己想食吞噬，但當時啱啱係雷雨日，出門口好唔方便。結果好友將呢個消息靜靜雞講咗劉永雄，劉永雄聽到之後，即刻車去買咗一碗羊仔送去咗李嘉欣面前。喺多年後嘅採訪中，李嘉欣咁野道，當時嘅呢個男人好似發住光，一下就照亮咗我個心。就咁，李嘉欣淪陷喺咗劉回雄嘅溫柔攻勢之下。最初兩個人嘅感情極好，因為李嘉欣嘅一句冇地方放衫，劉鴻更加係直接送出咗一套價值2000萬嘅別墅。然而冇過幾耐，佢就遇到一個勁敵，咁就係富豪收割機關之琳，一位係最靚港姐，一位係香港第一美女。兩人嘅呢場較量係一開始就係針尖對麥芒，喺全香港掀起咗軒然大波。李嘉欣為咗爭寵，當眾嗌話稱劉回雄係自己生命中最重要嘅男人，而關之琳都唔示弱，一下下咁降低底線，淪為劉鴻手嘅玩物。然而呢場雙美爭雄最終並冇決出一個勝利者，劉鴻對李嘉欣同關之琳都只係攬住玩客嘅心態啫，玩膩咗之後又開啟咗新一輪嘅狩獵。之後李嘉欣又先後與羅朝輝、譚輝、陳平治等多位富豪傳出過醜聞，不過最終定同自己嘅藍顏知己黎明行到咗一齊。兩個人嘅初次相遇仲要歸功於王祖賢，當時黎明啱啱有一部 MV 邀請咗王祖賢，但由於冇檔期，佢就舉薦咗自己嘅好友李嘉欣。喺一下下嘅合作之後，黎明嘅溫柔體貼俾李嘉欣對佢印象發生咗改觀，甚至惹咗情深，媒體更加係大肆宣傳兩人已經秘密相戀。面對鬧到沸沸揚揚嘅醜聞，李嘉欣大方承認自己確實同黎明處於熱戀當中。正當大家以為呢對金童玉女終於修成正果時，記者就喺黎明嗰度到咗個截然相反嘅答案。或者係出於對個人私隱嘅保護，都或者係唔想就影響事業。無論記者點追問，黎明都唔肯承認自己與李嘉欣緊拍拖。之後李嘉欣又嫁許晉亨，大家都開始但唔記得咗呢件事。然而喺多年之後，黎明終於難掩心中嘅悔意，向大家公布咗當年嘅真相。喺一次採訪中，記者問黎明：你有冇後悔當年冇娶李嘉欣？黎明天都唔猶豫淡話：我有後悔，呢個係我19年嚟最大嘅遺憾。喺經歷咗啲年嘅起起伏伏之後，李嘉欣都大眼識咗自己需要一段點嘅感情，並喺何超瓊同劉嘉玲之中脫穎而出，降服咗花花公子許晉亨。許晉亨係船王許愛洲個孫。老豆都係坐擁200億身家嘅中建企業主席，可以話佢就係含住金湯匙出世嘅，都係娛樂圈出名嘅鑽石王老五。早年佢咁唔聽家族安排，與賭王何鴻燊之女何超瓊埋為夫妻。不過明眼人都睇得出，呢掂嘅就係一場商業聯姻，同好多富二代一樣，許晉亨都係個不甘寂寞嘅主兒。再加夫妻兩個本來就冇感情基礎，咪佢冇堅持幾年就出軌啦。李嘉欣雖已經唔再係青春生鬼嘅臉妹，但喺經歷咗多年歷練後，
但係都養出咗獨係屬於自己嘅成熟魅力。冇過幾耐，李嘉欣就將許晉亨迷得神魂顛倒，多次想要直接將佢娶入家門，但礙於仲未離婚，遲遲唔得逞。不過何超瓊本來挨眼瞓都唔喺許晉亨身上，喺互相折磨咗10幾年之後，終於宣布離婚，仲獲自由嘅許晉亨即刻就將李嘉欣收入咗屋企，並耗資1億為李嘉欣準備咗一場盛大嘅婚禮，僅鑽戒就花咗上千萬。事後仲有好事嘅媒體報道話，李嘉欣結婚嘅時候，香港所有富豪家後們都鬆咗一啖氣，可見李嘉欣嘅殺傷力有幾大。然而當李嘉欣排除萬難，終於嫁入豪門後，就發現嘢好似唔係簡單。佢老公許晉亨雖說係有8億身家，但早年都將時間用喺咗獵豔上，導致喺事業上可以講係一事無成。做咗咁多年嘅富二代，名下連一套別墅都冇，更加唔好講係公司啦。佢老豆許世勳喺過身前唔放心將身家交到咁一個唔可靠嘅仔手上，就通通授權俾咗家族基金代為首，每個月只俾佢哋夫妻2個200萬嘅生活費。雖說對於普通人嚟講200萬已經係一筆巨款，但係對於屈下8億身家嘅豪門嚟講，呢啲錢都淨係可以維持得豪門嘅門面啫。喺生落仔後，為咗俾細路能夠接受優質嘅教育，夫妻2個更加係成日入不敷出。咁睇嚟，李嘉欣嘅呢個豪門闊太當得都真係唔好意。雖然入對咗門，就冇選對人。最近54歲李嘉欣同老公許晉亨出現喺香港沙田馬場，而家嘅佢已然超過50歲，但佢年時上一隻大波浪捲髮隨意撩撥起身嘅時候，依然係風情萬種。而家2人結婚16年，生有一子。李嘉欣已經唔復當年嘅美貌，但佢哋夫婦出席活動嘅時候，許晉亨總會小心翼翼呵護佢，十指緊握，善晒思旁人。唔論係高門大戶，定係平民百姓，父母由頭到尾都為咗仔女嘅一世去打算。2018年12月，喺香港商界叱咤咗數十年嘅富豪許世勳離世。佢去世之後，最受人關注嘅話題就係佢所遺留嘅420億巨額資產。可能一提起許世勳，好多人唔熟悉，但佢嘅兒媳就係香港著名女星李嘉欣。明星嫁入豪門，富豪公公離世，錢呢個字眼就一直被推上咗風口浪尖。有人估計，許世勳去世前只剩許晉亨一個仔，長子許晉幹早已病逝。佢一死，大部分錢肯定會落到呢個獨仔手上。但係誰都冇諗到，許世勳即使對於身後事都做好咗周密嘅打算。許世勳離世後，遺下咗將近420億嘅資產。按常理，呢啲錢多半會由許晉亨同李嘉欣繼承。但係令人驚訝嘅係，呢筆遺產好似都冇落到任何人手上。許世勳將其中一半資產用於慈善，另一部分作為咗家族嘅信託基金同埋巨額保單。許家每個人都可以從中領取每月200萬嘅生活費。雖然呢200萬對於普通人嚟講已係天價，但係對於許晉亨同李嘉欣嚟講，不過係九牛一毛。事已至此，李嘉欣嘅豪門夢好似就此破碎。仲有更加，許世勳嘅呢個行為都引起咗好多人嘅誤解。到底點解佢會將天價遺產用於信託基金呢？呢其中仲有咩心意？許世勳係香港排名前10嘅富豪之一，單論名氣嚟講，佢好似都比唔上李嘉誠、何鴻燊等人。最為人熟知就係李嘉欣公公呢個名頭，雖然睇落嚟低調，但係佢就係個實打實嘅上流人士。仲有更加，許世勳都係一個名副其實嘅富二代。
佢老豆就係大名鼎鼎嘅香港船王許愛洲。早喺許愛洲稱雄商界嗰陣時，李嘉誠等人仲喺奮力打拼嘅時期，對於當時嘅許家嚟講毫無競爭力。正因如此，許愛洲憑藉住天時地利，成功把許家抬上咗香港老四大家族之位。當時嘅香港嘅大環境都唔算好，但係許愛洲就揾到咗突破點。1899年，法國強行租借咗廣州灣，並喺此地建起咗無稅自由港。喺其他商人冇反應過嚟嘅時候，許愛洲就穩住咗呢個時機。佢通過自己積累嘅人脈，談下咗一筆代理汽油嘅生意，並將汽油賣俾嚟往貿易嘅船隻，小賺咗一筆。有咗呢筆錢之後，許愛洲能夠支配嘅資金多咗啲，準備放手大幹。佢先係創辦咗一個榨油廠，產品唔特止喺當地進行銷售，而且仲遠銷到咗美國等其他國家。隨着財富嘅不斷積累，冇過幾年，許愛洲就成為咗雄踞一方嘅富豪。此時嘅佢仲唔到30歲，但係呢啲仲唔夠，佢想錢生錢，開始搞起咗投資地產。佢睇中咗當時嘅寶地廣州灣，此時嘅地皮價格飛漲，許愛洲便趁住資助赤坎填海嘅機會，喺填好嘅土地上開發咗40棟樓。1930年，許愛洲籌備住進軍航運業，開始咗自己嘅船王之旅。佢創辦咗一間名為順昌嘅航運公司，最開始買入咗寶石、大寶山等幾十艘貨輪，唔特止自己購買，佢仲租借咗啲國外貨輪，仲對其他前景良好嘅航運公司進行咗投資。呢一系列嘅操作落嚟，許愛洲嘅航運公司名頭越嚟越大，都因此躋身咗香港4大船王之列。喺佢功成名就之後，最睇重就係培養自己未來嘅接班人。許愛洲有3個仔，其中最小就係許世勳。幼子喺屋企往往有着最受寵愛嘅待遇，許世勳都係如此。但係佢並冇因此成長成為一個唔學武術嘅公子，反而係一個踏實低調嘅人。唔特止如此，喺香港嘅上流社會中，許世勳都算係個奇蹟人物。當時嘅香港仲冇廢除納妾嘅制度，但係許世勳早已係一生一世一雙人組。佢同老婆情投意合，相伴咗一世，兩人一直都好低調，偶爾出現喺鏡頭上，幾乎都係許世勳攙扶住老婆，羨煞旁人，能夠喺咁嘅環境下保持自我，踏實努力。可想而知，許世勳係一個極其有定力嘅人，呢一特質都注定咗佢終將會接過老豆嘅衣缽，將佢發揚光大。年老離世嘅許愛洲並冇直接將資產分俾3個仔，而係將重要嘅資產都納入到咗置業公司名下，同時以家族信業資金持有，家族內嘅成員可以每月支取一定份額嘅資金。3個繼承人分別接手咗唔同領域嘅資產，許世勳就係負責地產。然而冇耐幾久，許世勳2個哥哥都唔幸離世咗，所以許家咁大嘅業務都落到咗許世勳個身上。許世勳接手之後，作出咗一個令人意想不到嘅決定，佢放棄咗航運船業，將許家所持有嘅船隻對外銷售，套現咗一筆巨額資金。緊接住，佢又將資金全部投入咗地產行業度。雖然許世勳嘅一生債一漢，冇好似李嘉誠或者何鴻燊咁嘅驚天動地，但係俗話說，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喺不斷變遷嘅時代環境入面，仲係保持住咗許家喺香港嘅地位，足以說明許世勳係個善於應變嘅智者。喺許世勳離世之前，許家累積嘅家族資產已經達到咗420億港元。其中主要嘅份額嚟自商廈同埋住宅。了解到許家嘅發家史之後，都唔難睇出，
許世芬最終作出嘅決定，繼承咗許家嘅傳統，佢選擇咗同父親許愛洲一樣嘅道路，未雨綢繆，將遺產納入到信託基金度。兒子唔學嘢，仲娶咗香港女明星。許世芬喺當時選擇賣咗航運船隻，唔單止係因為房地產喺當時有住巨大嘅潛力，另一方面，佢仲要為自己嘅獨子許晉亨做打算。命運好似係個輪迴，跟許世芬嘅哥哥一樣，許晉亨嘅哥哥許晉剛都唔幸病逝咗，所以許世芬就只剩得獨子許晉亨同埋獨女許雪媛。許世芬中年得只有咗許晉亨，所以佢對個細仔都係倍加痛愛。但係唔得不承認嘅係，雖然出身喺商業世家，但係許晉亨就係缺乏經商嘅頭腦。許晉亨作為家族繼承人，卻無心經商，同商業才能出眾嘅祖父許愛洲形成鮮明對比。佢因為頻繁交往女明星喺香港娛樂圈聞名，被視為唔學嘢嘅花花公子，從來冇真正參與家族企業。1986年，許晉亨同女星劉嘉玲嘅戀情轟動香港，但終因家庭壓力分手。此後，佢更加消沉，對家族事務漠不關心。父親許世芬轉而尋求得力兒媳，為許晉亨安排咗同賭王何鴻燊之女何超瓊嘅婚姻，婚宴耗資2000萬港元，彰顯兩家重視。然而呢段婚姻9年後都以離婚告終。離婚後，許晉亨迅速同香港第一美女李嘉欣墮入愛河並結婚。雖然李嘉欣喺香港風評唔佳，情史豐富，但係許晉亨毫唔在意，兩人情投意合。此舉激怒咗何鴻燊，導致許家婚禮低調進行，幾乎冇媒體曝光。李嘉欣終於嫁入豪門，並喺婚後3年內為許晉亨誕下一子，期待喺許家站穩腳跟。就喺佢幻想之際，許世芬喺2018年去世咗，巨額嘅遺產都成咗人哋眼中嘅焦點。結果令許晉亨同李嘉欣萬萬冇想到嘅係，父親將遺產分咗俾慈善同信託基金。有人猜測，可能係許世芬擔心兒子經商能力唔夠，又擔心李嘉欣會肆意揮霍家產，先至做出咗個決定。遺產納入到信託基金之後，李嘉欣同許晉亨每人每月只能領200萬元，要想將遺產領完，足足需要1750年。但都正因如此，咁樣細水長流嘅方式，都可以保證許家嘅經久不衰，足以見得許世芬嘅深謀遠慮。好似許家咁嘅龐大家族，財富點樣傳承一直係一個好困難嘅問題。畢竟爭奪遺產、反目成仇嘅戲碼都唔少見。利用慈善事業同信託基金，可以為許家避免好多唔必要嘅災難。再加上佢娶咗女明星李嘉欣，都係唔會經商。一旦將家產交到兩人手上，結局究竟點樣可想而知。經商能力嘅缺乏，勢必會導致企業喺進步發展中出現困境，甚至會導致停滯唔前。所以說，許世芬嘅做法，避開咗呢啲未來可能出現嘅危險，維護咗一個大家族同家族企業嘅運行。許世芬同老婆兩人節儉持家，互相扶持，從來冇追求名牌，甚至仲接地氣咁去逛打折店鋪。而對於佢哋嚟講，節儉落嚟嘅呢啲錢財，完全可以用於慈善。兩人雖然平時節儉，但係對於慈善事業卻好大方。之前因為老家廣東湛江發生咗天災，許世芬夫婦聽講之後，即刻捐獻咗一筆錢。喺1994年時，華南地區發生咗嚴重嘅水災，許世芬當即決定向華南地區捐贈267萬元，用於搶險救災。每次喺湛江發生災害嘅時候，許世芬總係毫不猶豫咁出手，承擔咗起自己嘅社會責任。所以對於佢嚟講，
拼搏咗一世落嚟嘅資產，能有一部分用於慈善事業，都算是圓咗佢嘅心願。只係呢個結果對於許晉亨同李嘉欣嚟講，就唔係令人滿意嘅結果啦。呢個意思係兩人唔能夠直接繼承巨額嘅資產，生活都唔能夠過得瀟灑。雖然有時候喺外人眼裏，唔俾仔繼承遺產好奇怪，但係對於許家咁嘅商業世家嚟講，家族財富嘅傳承係一件謹慎複雜嘅決定。正係因為有咗許愛洲同許世芬嘅鋪墊，先至能夠確保咗許家未來嘅傳承。呢一定程度上避免咗家族嘅動亂，避免咗兄弟姐妹因為爭奪遺產而反目成仇嘅局面。除此之外，許世芬都為獨子許晉亨做了一個精妙嘅打算，即使後來佢同李嘉欣分開，都唔會因為分變分去大半家產。更重要嘅係，可能許家資產冇繼承到許晉亨手，先至係最安全嘅。雖然每月受到咗限制，但係後代都已經有咗保障。許世芬嘅呢個決定，唔單止係為咗家族嘅平穩，都係為咗後代嘅未來。前陣子，王晶喺《王晶笑看江湖》爆料，李嘉欣同許晉亨每月淨係可以揾到200萬港元生活費，呢個錢都係由家族信託基金出嚟嘅。雖然早就有呢個江湖傳言，但依舊一石激起千層浪。王晶仲話，一年2400萬港元雖然係不巨款，但對豪門嚟講，呢個數目根本唔夠撐起佢哋嘅消費水平。畢竟一件愛馬仕手袋就要70、80萬港幣。有媒體仲話，除咗買手袋之外，李嘉欣個仔而家讀英國私立貴族學校，一年學費就超過220萬港幣，再加上豪宅維修、傭人工、人情往來等等，一個月200萬真係好難及去豪門生活嘅隱性成本。呢個亦都惹嚟好多網民質疑，豪門點會咁寒酸？其實呢個係由許氏家族嘅財富傳承機制決定嘅。歡迎嚟到 HK 娛樂台，今日我哋就嚟講下李嘉欣同許晉亨嘅故事。截至許晉亨老豆許世芬過身嗰時，許氏家族嘅總資產估值已經高達約420億港元，光係中建企業旗下核心物業組合，年租金收入就穩定喺20億港元以上。不過呢筆財富係透過家族信託基金同巨額保單形式管理，主打一個衣食無憂但唔可以揮霍，亦都係為咗防止離婚同債務風險。許晉亨夫婦每月領生活費用嚟家庭開支，豪宅淨係有居住權。許晉亨雖然喺中建企業當董事，但冇決策權，可謂係妥妥富貴閒人啦。不過王晶爆料之後冇幾耐，就有網民拍到李嘉欣去香港尖沙咀海港城愛馬仕門店掃貨，身邊兩位工作人員各拎2個巨大購物袋，預測總額輕鬆破100萬港幣。所以網民評論說，豪門闊太點止200萬，肯定有其他收入，好似股份紅利、房產租金。回頭睇李嘉欣呢17年嘅豪門之路，猶如一部跌宕起伏嘅連續劇。從當年全港富太眼中似靚行兇嘅女明星，到而家相夫教子、歲月靜好，李嘉欣嘅闊太生活，而家更多係一種體驗式嘅富貴，而不是佔有式嘅富貴。咁嫁入豪門17年，佢各方面到底點樣？如果話李嘉欣嘅豪門生活係一部甜寵劇，咁老公許晉亨就係俾足佢情緒價值嘅最佳男配。同何超瓊有過一段豪門聯姻嘅許晉亨，一度都係花花公子一枚，同李嘉欣戀情曝光後，就被賭王何鴻燊罵許晉亨唔識靚女，耗資1億港幣嘅婚禮，又被賭王話超瓊辦婚禮時多花10倍。暗諷許家細氣，仲毒舌佢再結10次8次婚都話不定。
李嘉欣之前曬出嘅蘋果3件套，每張壁紙都係兩人的合照，感覺許晉亨嘅功能性極強，妥妥幸福豪門生活必備道具。兩人結婚17年，要講保持新鮮感嘅秘訣，大概就係都甘願當個富貴閒人。雖然財富喺豪門圈而來說屬於入門級，但日子卻過得好滋好味。不時一齊旅行，過紀念日、逛畫廊、睇演唱會。李嘉欣成日晒同許晉亨成日帶住個仔去歐洲旅行，曾經喺維也納開啟藝術之旅。一個背心熱褲顯年輕，一個又成為老婆嘅陪襯。不過之前有專業人士分析過，從一系列合照入面嘅肢體語言來睇，李嘉欣明顯係經營婚姻嘅主動一方。許晉亨亦都好配合，港媒之前仲有報道，兩人外出食飯時，李嘉欣一直揸住手機拍許晉亨，惹佢冷臉唔開心，不免俾人一種強行秀恩愛嘅感覺。除了晒老公，李嘉欣嘅重心仲有晒仔，佢同許晉亨淨係有一個仔許建彤，兩人做父母都達成一致，就係將全部精力都放喺個仔許建彤呢棵獨苗上。兩人採用嘅係多管齊下雞娃模式，不但專門去日本學習七田真超右腦訓練方法，仲利用自己語言優勢，令個仔3歲就學中、英、日、法、意、西6國語言，而家可以隨意切換無障礙交流。小朋友幼稚園畢業後成為爺爺許世勳嘅細學弟，入讀香港名校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為咗催旺個仔學業考第一，仲有傳說李嘉欣特地請嚟風水大師，在自家豪宅布下龍爪奇陣，可謂係分雞學業成績界天花板啦。今年14歲嘅許建彤，不但琴棋書畫樣樣精通，馬術、攀岩、潛水、滑雪、冰球等運動都玩得好好。5歲多就背住高爾夫球包去參加比賽，連一向嚴苛嘅港媒都讚佢係10項全能。許建彤仲登咗公館舞台客串主持，小小年紀居然毫無怯場，仲憑穩健嘅台風攬咗好多粉絲。而家許建彤喺英國讀惠靈頓公學，係一所成立於1859年嘅頂級貴族私立寄宿學校。李嘉欣都係頻繁去英國陪讀，最近晒照許建彤都係暴漲式長大，身高已經高出父母半個頭。之前鄭志文組局連郭晶晶都罕見參加嘅聚會，李嘉欣都係憑住粉色綠出圈贏咗一把。去年喺黎姿生日嗰陣，佢着咗件有花邊嘅馬甲，配緊貼就更加奇怪到極點。表面上生活光鮮亮麗，但一踏進社交場，喺啲有核心地位嘅真掌權闊太面前，李嘉欣免不了被邊緣化嘅尷尬。睇得出佢係俾人接納嘅，但每次拍大合照都淨係出現喺邊邊角角，而唔係核心。咁點解喺貴婦圈入面，李嘉欣就站唔到 C 位呢？首先講出身，佢輸咗喺起跑線。前陣子李嘉欣同黎姿、鄭志文、邱穎賢各自帶老公一齊聚埋，一個係遠東集團三姐妹之一，一個係周大福家族準接班人。李嘉欣自然又雙搶到咗雙邊位置，真係努力半生都仲係在邊邊角角。其次，拼老公亦冇太多優勢。鄭志文、邱穎賢兩個嘅老公，一個係福建前首富許清池，一個係鋼鐵大王龐鼎元之孫龐建貽，屬於是強強聯合。而李嘉欣嘅老公許晉亨雖然係船王許愛洲嘅孫，家族雖然曾經擁有8億資產，但公公過世後，家族喺商圈兒就冇咗咁活躍，再加上人丁唔旺，好容易喺圈入面被一見忽略。網民曾經喺街頭偶遇過許晉亨，同普通上班族冇乜分別，衣品同狀態都唔似豪門公子，平時事業上冇乜大成就，
主打一個多蘿多花，少攞少花，凡事唔用操心，尤其係豪門入面，同婆家嘅關係就係自己地位嘅體現。反觀李嘉欣，一直傳佢同婆婆關係唔好，結婚嗰陣，佢同婆婆揀結婚就一直傳睇唔對眼，同框嘅時候少之又少，有時被拍到，婆婆都全程黑臉，淨係李嘉欣一個人露出點尷尬嘅微笑。加上公公婆婆日常都比較節儉，相比之下，李嘉欣嘅高調風格一直唔受婆家歡迎，都好理解。有一次，李嘉欣同許晉亨唔喺香港期間，港媒仲拍到李嘉欣嘅公公婆婆約咗個仔嘅兩個前任劉嘉玲同何超瓊敘舊，狠狠打咗現任媳婦李嘉欣一巴掌。所以而家嘅李嘉欣越來越少去硬擠嗰啲老錢局啦，佢更傾向於自己嘅小圈子，佢係絕對嘅核心，享受住大家嘅讚賞。既然喺嗰個圈入面爭唔到 C 位，不如喺自己嘅主場做女王。譬如今年55歲生日派對，佢就係妥妥嘅 C 位，靠粉絲後援團 MS Family 將佢捧到中間，站喺自己嘅舒適區。畢竟係生日，小圈入面玩得好嘅幾位闊太都將 C 位讓俾佢。比方說周氏家族周國峰嘅老婆黃詠琳，中產出身嘅學霸，婆家係香港4大家族之一李佩才家族後代嘅老婆鄺寶如，同埋永隆銀行創始人家族後代嘅老婆葉靜儀。除咗遠東三姐妹之一嘅邱穎賢係含住金湯匙出世嘅名媛，包括李嘉欣喺內嘅其他幾位，都係憑住婆家身份實現階層躍升。李嘉欣仲同遠東三姐妹走得好近，用被頂級貴婦帶飛嘅方式，稍微提升下自己嘅 C 位值。總括嚟講，李嘉欣嘅闊太生活可能冇咁呼風喚雨、揮金如土，仲帶住一點點精打細算嘅煙火氣，但正係咁種，雖然我冇站 C 位，但你難以忽視我嘅鏡頭。對於佢嘅豪門之路，你點睇啊？呢度係 HK 娛樂台，以上就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所有內容。鍾意影片嘅記得俾我哋按個讚同訂閱，仲等你喺評論區留言。下期再見啦！